回应今年担起言论自由的畅所欲言的主题，台语歌手阿家嘛用音乐勇敢唱出对历史、政治、人权的心声。该既然你上早是2012年，当时担任市长的赖清德，为了纪念陈南榕追求100%言论自由而牺牲的精神，率先来制定。所以陈南榕基金会每一档嘛拢会派员出席，肯定担起持续透过多元的活动来提醒社会大众，这不是天顶落下来礼物，更要紧的是袂当被误解。现在很多时候，我有言论自由这句话已经被误用成一种挡箭牌，好像只要说这是我的自由，就可以不用查证事实，只要说这是我意见，就可以不用负责，甚至把失言、羞辱、造谣或对他人的伤害都包装成自由的一部分。但我想，言论自由真正要保护的不是这一些，言论自由真正要保护的是让人民可以讲真话，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，可以监督权力，替弱势发声。会中主持人嘛一一小解4月5号拍头阵，就是伫台南文创产业园区，邀请拍摄少年等歌手所举办的演唱会，加上相关的政治艺术，要用各种的形式来传达言论自由的内涵，嘛邀请大家用我主张来勇敢表达。我主张。台湾作为亚洲言论自由最好的第一名的国家，我们更是珍惜这份守护这份得来不易的言论自由。我们也期待各位好朋友一起来。那言论自由跟言论的责任是一体的两面，而且是缺一不可的。我们期待我们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参加台南的言论自由日，也一起来认识我们走过的来时路，也一起来坚持守护我们得之不易的言论自由。今年较特别的嘛，串联真侪咖啡厅来进行微型展览，和言论自由的议题走入民众的日常，展开更多元的公共对话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